荷蘭乘勝追擊，邊陣強攻袋鼠。荷蘭周三響世盃打頭陣，喺 B 組分組賽撲擊澳洲，希望乘勝追擊。第一場大炒衛冕嘅西班牙5-1出線機會樂觀。教練雲高爾上場變陣踢5-3-2鬥狂牛。有報道話呢位後任曼聯領隊今場可能改踢4-3-3，打算強攻澳洲，爭取較佳得失球，增加首名出線機會。前線繼續由尹佩斯、洛賓孭飛，史內達就墮後負責教炮。3個中場預計左閘戴利伯蘭特會推前一格。呢位名將之後響對西班牙場波有2個助攻。佢周日雖然冇跟隨大隊操練，只係單獨練習，不過上陣應該冇乜問題。荷蘭歷嚟同澳洲只係對過3次，2和1負未贏過，要破宿命係時候啦。袋鼠兵第一場1-3輸俾智利，今場再輸可以話係出線機會渺茫。觸動世盃睇蘋果。